巴西在地新闻继续来看，为着要让少年人假嫁娶、假生囝，搁带了安心，行政院推出着稳基4政策，要甲11000户的社会主体转为婚育体。要组一个家庭，真侪人感叹讲经济压力有够大。行政院推出稳基4钱，5万块会当帮助拄结婚还是拄有囡仔的家庭。 我们要实践青年居住正义，所以我们提出青年稳居方案，希望能够让青年稳居，而后可改升优先入住社宅，然后再加码补助相关的金额，以及我们放宽申请的资格，同时增加我们的补助项目。 包括扩大租金补贴范围、自家放宽、新婚金仔1倍半，每增加一个囡仔，佫增加0.5倍。以台北市每个月上悬的补助金额8000块来算，新婚而且有一个囡仔家庭申请租金的补贴会当提悬到16000块。嘛拍算要将一部分的社会主体转做婚育体，也就是厝内有6岁以下的囡仔家庭会当申请居住期限为6年延长到12年，让囡仔有一个更较稳定的成长环境。 还蛮好的，因为就不会有就是像小孩会有学籍的问题，就是可是那个几率很低耶。可是我们想要就是搬出去的，就是一个小家庭很多。目前的政策是打算将中央社会主体20%的户数转做婚育体，总共11000户。头一批1000户打算伫下半年实施，2026年到2028年之间，佫释出1万户。不过国民党立委针对这个政策嘛是会烦恼。感觉起来是有点画错重点啊，但是同样的，它却排挤到了。 这个所谓的社会弱势相关的方案，我们会特别成立一个服务专案，透过这样的方式，让民众清楚地了解到整个方案对大家的协助是什么。 持续要推动这个政策，包括包租代管的计划，厝内若6岁以下囡仔这个住户，会当额外得到当年6000块的补助。有营改规定，嘛为1个月变成会当用一天来请。家庭照顾假会当以每点钟为单位，和劳工请假佫较有春秋。同嘛讲，外靠政策牛肉，会当互佫较侪人敢结婚、敢生囝。 Hello， 我是雷亚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